好啊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哦哎呀，哦哎呀，哎呀，哎呀呀，哎呀，哎呀。我在阿密斯的名字叫李凤，我的外号是我邓，那个中华民国的名字叫做黄龟长，我是阿美族人，是宜湾的人。进入企业的时候，忽然间我生病，忽然间生病就回到家里了，就是我在生病啊，从这里开始啊，从那时候待10年才赚不上，所以说我没有过叫什么少年期、青少年，都才赚不上。也是这一年我当庄稼师的，只有会讲日文的嘛，当然那个阿密斯的话，也可以写文章，也可以。那时候年纪大一点的会讲国语的我呢，所以有了这个条件可以这个部落的代表推荐我当传教士这样的因为我当时的传教士大部分是30岁左右的，都是尤其是在我说嘛那个会那个当公务员的那些的，中华民国来的，他们不会讲国语，还好我在赚不上的时候，我学到了那个波波摩佛，那时候我拼命的学了，中文也学了。我离开宜湾差不多14年，当时我妈妈去教家了，后来我就一个人了，也可以自由了，去家教也好，所以我离开，很多人反对那人现在不方便在这里没有人照顾你的话，没有办法生活我还你去台北看着妈妈。民国60年代那个在大都市，那个因为我离开传教士嘛，传教士应该有薪水了，我离开，放弃了这个，改变我的生活的方式。我到那个台北重新开始找我的工作，
上路生存的，哎，生存的那个路了，哎呀，完全改变了，哎呀，所以这个战争啊，大概14年，哎，大概16年了，哎，后来有机会啊，到中央研究院民治所，应该去这个时候的世纪代应该是专列了。我想是这样子。这开始正式那个进入这个叫什么？心路历程。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中央研究院找到了，他正在设，他们找有没有可以做叫什么那个阿美族的国创文学，还好找到我可以，我在专家书当中我们做一个翻译那个天主教的经文，还有圣经，我有这个经验，都可以利用，就是这样的。进入中央研究院民治所，我要重新要学习呀。谢谢。现在住在台东，就是这个家是我住的，因为他等于是用相机记录了一生，对，他一路走来就是有第一个相机了以后，他不善于言辞，但是他的相片就像在帮他讲话一样，从那相片里面就把他的生活历程跟他所经过的足迹啊什么，都一路这个记录下来。所以只要把他相片全部中整了以后，就可以看到他的一生，他一路走来的这个轨迹这样子。所以他还好，就因为他有了这些照片，他的人生就比较有价值。这个是比较现实的啦。如果没有这些照片，人家今天也不会就说会对他感兴趣。就是因为他的照片，他记录，他一直跟我讲，走到哪里就要做记录，走到哪里就要做。但是一般人不可能这样子，知道吗？因为过去相机也不容易，所以他自己是在讲，我是用相机写日记的人。闪光吗？对啊，一定要。但是话虽然如此，但是他还是每天写日记哦。所以他的日记后来就变成他的另一个有价值的人生，这样子有价值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你看我一定要写日记。你看做人的嘛，不写我就怪怪的了，对不对？所以说生活的一部分。没有这个，大概我的今生怪怪的睡不着这个了。我对于像我这话80岁，我是19岁开始写日记，都有用嘛。对不对？所以我的习惯是这样，所以说你这里提倡嘛就是这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一目了然哇。今年应该是
82岁的老人家，我想这样可以吧？还是我一个人，我可以养我自己，因为以我来讲，我是那个读书的人，写作的人，这样在我的那个生活那个怎么说呢？所以说，可能80多岁的老人家这么成长保持健康的话，大概我有读书写作的那个生活习惯，我想这样的，因为我下半身没有办法动啊，只有我上半身，我的脑袋、我的眼睛、我的双手来那个继续我的生命，这样子，其他的我不知道，这样。